想同大家分享最近我自己嘅一啲嘅心得啦，同埋一啲嘅體會。咁我最近都發生咗幾多嘢嘅，我亦都因為當一件事發生嘅時候，你就會學到，你就會多一個經驗。咁從呢個經驗裏邊咧，你又會去觀照到好多自己本身嘅一啲問題咯。都撩咗嚿眼屎先。即係總之我都覺得自己算係一個同理心比較高嘅人啦，但係最近我嘅經歷令我打翻晒我以前對我自己嘅認知咯，咁就覺得自己係非常之戇鳩嘅。咁點解咁講呢？因為有啲事情咧，我認為係啱嘅，我認為係嗰個方向嘅。我冇得講得咁具體嘅，因為講得比較抽象啲嘅，唔知你哋會唔會明白啊？覺得有個概念，我可以用糖嚟去比喻啦，即係譬如你由你出生嗰一刻到而家，咁你其實你只係食過一種糖啫。咁呢種糖咧 A 糖，A 糖佢係硬身嘅，然後係水果味嘅，仲要係 specifically 咧，可能係蘋果味 all random 啊，蘋果同埋西瓜味呢一兩隻嘅啫，所以你就會以為全天下嘅糖都係呢個形態，都係咁細個。咁終知道最近啦，我就意識到原來咧，糖係可以好多種形態，糖係可以係軟糖啦，係可以係一個啤啤嘅形狀啦，可以係一個煎蛋嘅一啲嘅形狀啦，各式各樣嘅味道都有，有一啲哈利波特嗰啲鼻屎味糖啦，又有啦，又係 Tic Tac 嗰啲好細粒扁身嗰啲成粒豆咁樣形狀嘅糖又有啦，各式各樣嘅。我 feel 到我最近先至意識到呢樣嘢咯。當然我唔係講緊一啲咁 mild 嘅嘢啦，但係大家應該都 get 到我想講乜嘢啦。希望應該唔講，我覺得我自己未係太了解人性，所以好多時候我就會有一個我自己嘅一個 mindset。如果 mindset 係錯嘅，我亦都好多謝天俾我呢一刻即係比較早，算唔算比較早咧？都唔算早啦，即係喺呢個時段比較意識到，點醒我原來唔係咁樣嘅。所以我覺得咧，做人咧盡量去體驗多啲唔同嘅嘢。我覺得，因為有啲嘢你譬如你聽曾仕強講嘢先算啦，咁你日日聽佢講，日日睇書咁樣，睇好多一啲嘅經文咁樣，學一啲古時嘅一啲智慧。咁其實如果冇一個機會俾你去應用，甚至去體驗呢個道理嘅時候，你可唔可以話自己真正去明白呢個道理咧？我覺得係唔得嘅。即係有啲道理，可能你會覺得係手板眼見，你會覺得講咗出嚟，我認同你啊，即係我 buy 你，我 buy 呢一套嘅，我 buy 道德經，我 buy 曾仕強，我覺得佢講得一啲都冇錯。咁你 buy 完又點樣咧？因為我覺得始終人係需要透過實踐去學得一啲嘅道理，即係好似我今次經歷嘅一啲事情咁樣啦。我覺得如果我冇經歷呢啲事情，我係唔會有呢一個反饋，我唔會有呢個反思咯。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即係大家可以冇事搞事咯，嘗試冇事情去搞多啲事情出嚟，咁你就會發覺其實有啲道理我看似明白，但係其實有好多盲點、好多盲區，你係冇 realize 到嘅。所以係啦，我最大嘅體會係呢樣嘢咯。就反而我啱啱講咩糖嗰啲都唔係重點，我覺得重點嘅係實踐。咁本來人生就係需要去實踐㗎啦，人生就係盡情咁樣去實踐自己想實踐嘅嘢，做自己想做嘅嘢，甚至係你都唔使諗話要學到啲乜嘢，因為你 on the way， 你嘅自然，你個人生喺個地球上面每日都係吸收緊嘢㗎啦，係咪？即係志在你會唔會係一個比較主動啲嘅方式去闖出去出去接收得多啲嘅資訊嘅啫，咁樣咯。係咯，所以我覺得係件好事啊！我覺得人係需要係咁樣，受到唔同嘅各方面嘅刺激啦。咁當然呢一樣嘢唔係話咩，話生離死別啊，話要翻天覆地改變。但我覺得就係一啲好 mild 嘅嘢，都係一啲好 mild， 唔需要去到我咁樣拍片要講出嚟啊，話有啲咩體悟啊。
甚至係一啲好細微嘅，其實每一日你接觸嘅嘢，每一日你所見所聞接觸嘅人事物，其實佢都係幫緊你去塑造緊你一個嘅價值觀，一個嘅你對呢個世界嘅一個睇法。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乜嘢都啱，唔需要去聽任何人嘅一啲嘅見解啊、意見啊，或者甚至唔需要去經歷啲特別嘅你就覺得自己已經經歷晒，好似成個世界已經吸收晒所有嘅知識嘅時候，你就會固步自封，你就會開始覺得你自己嗰套係永遠都係啱嘅。我覺得呢個就係好危險咯，呢個就係一個人佢思想退步，佢成個人退步嘅一個好大嘅一個核心嘅原因。當你係有呢個固步自封嘅思想，你自然個人就會冇咁積極，你就開始縮，好多嘢你就會越嚟越縮，越嚟越縮，即係變到好細嘅個人。我嘗試去講得具體啲啦，已經，但係係咯，即係你 get 到啦，即係個人就會縮埋一嚿咁樣，即係唔開放，即係永遠覺得你做人一定要係去持續咁樣去吸收多啲嘅資訊。去持有一個比較開放啲嘅態度，去接受多啲唔同嘅一啲嘅理論，你個人先會進步㗎嘛。因為暫且唔好講你接收嘅資訊啱唔啱都好啦。你10幾歲嘅你，9歲嘅你，9歲嘅你，10幾歲嘅你，18歲、17、18歲嘅你，到你28、29歲，到你37、38歲嘅時候，你所接收到嘅資訊。即係你點講咧？即係你嘅睇法都可以好唔同，係截然不同，亦都係你會有唔同嘅睇法。就算同一句嘢，譬如我10年後睇翻我今日拍呢條片，我可能會覺得哇戇鳩咁講埋呢嘢，咁有機會㗎。即係講到尾，我覺得即係維持一個開放、接受嘅一個狀態係非常之緊要。